布里斯班事件簿，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喺 Brisbane 嚟講最受歡迎嗰10隻狗種啊。咁第一隻咧就係 Labrador Retriever 啦，即係拉布拉多尋回犬。第二咧就係 Cavalier King Charles Spaniel， 即係查理王小臘犬。第三就係 Border Collie， 即係邊境牧羊犬。第四咧就係 Maltese， 即係我哋可能香港人會講嘅摩天士啦。第五咧就係 Staffordshire Bull Terrier， 即係斯塔福德郡鬥牛梗啊。第六咧就係 Golden Retriever 啦，就係金毛尋回犬。第七咧就係 Australian Kelpie， 就係澳洲本地嘅牧羊犬啦。第八咧就係 Poodle， 即係貴賓犬。第九咧就係 Dachshund， 即係臘腸狗啦。第十咧就係 Cocker Spaniel， 即係可卡犬。而我呢隻Jack Russell 咧，積羅素就唔入10大咯，係咪？